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外邊位置係嗰隻幸運快車嚟㗎，咁啊中間有勁搏啊，咁啊內欄位置走咗上去係戰舞者啊，但係又跟住個第4位咧有夏威夷啦，第5位就幸福笑容啊，內欄位置咧咁啊黃黑直間3陳年美酒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先到冠軍車手啊，金槍60依家響個尾4嘅位置，白衫黃帽嘅後邊嘅馬匹啦，先見到呢隻後土啦，野田賢君紅帽咧就大約響呢個尾二嘅，暫時殿後係嗰匹達心星嚟㗎，接近呢個10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放頭嘅馬咧，見到就係呢隻戰舞者㗎，響佢外邊係幸運快車啊，再見到第3位啦，沿住內欄上咗啲，就係陳年美酒啦，勁搏咬住第4啊，再見到第5位嘅馬啦，外邊位置就夏威夷啦，金槍65要欄想慢慢移出去睇下得唔得啦，白衫黃帽嘅，跟住後邊嘅馬有冠軍車手外邊上咗啲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呢隻幸福笑容啦，尾3位置紅帽嗰匹咧就野田賢君啊，尾二係後土嘅紫色衫嘅，暫時包尾都仲係嗰隻達心星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爆炸彎入直路，前面透出嘅馬都仲係戰舞者啊，咁啊見到原欄偷位上嚟，有呢隻野田賢君啊，外邊位置追有幸運快車，馬林中間白衫黃帽，金槍60揾緊位，大外檔嘅馬咧仲係夏威夷，最後200米啦，金槍60響中間就已經出咗嚟先啦，埋邊位置仲有戰舞者，再見到好多層啊嘛，咁啊內欄位置野田賢君大外檔做一隻後土啊，接近終點金槍60贏都冇得跑啊，第2名啊嘛幸福笑容啊，第3名呢，咁啊睇下嗰隻戰舞者有冇機會啦，嚟到一個咁重要嘅歷史時刻，蟬聯香港一哩錦標嚟締造呢個19 win 嘅傳奇啊，成為咗香港賽馬史上面贏馬次數最多嘅賽區啊，真係王中之王，非金槍60莫屬。